70歲女士由丈夫陪同今日嚟到我哋辦事處，想揾性價比高嘅聽力方案。女士年幼時由於游水意外導致咗耳膜穿孔，所以聽力比較差。女士由醫院轉介到聽力公司驗配政府資助嘅3000多元嘅助聽器。女士自己講嘢聽到自己嘅聲音效果不理想，聽力中心建議女士試用4萬多元嘅助聽器，但價錢實在太貴。幫女士做聽力檢查，左右耳重度弱聽，左右耳高音都聽得差，俾女士試用我哋公司嘅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。外出試機，我哋公司嘅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，噪音抑制效果理想，人聲非常清晰。女士自己講嘢無再聽到自己聲音嘅困擾，女士試用感覺非常舒適。通常出街食啲乜嘢啊？出街食啲咩？我梗係中意食海鮮啦。哇，咁好貴喎！茶樓蒸條魚都200-300蚊喎。係啊，人生70咯，中意食乜就食乜咯。咁啊，會唔會出街食咧？一時一時啦，夜晚我好少出嘅，日頭啊多嘅。聽得清唔清楚啊？聽到啊？聽咗。女士決定購買我哋嘅16通道 VKI 專業助聽器。祝願女士在使用我哋嘅助聽器後，聽力得以改善，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